白河旧名点仔口，早前是上北落南重要的停休站。自东边行差不多8公里，嘉南平原的中段，白水溪进入白河水库，西拉雅族部落也伫这个山脚徛起。白水溪教会就伫部落的上观点，150栋外前，愿意搬山过岭，伫遮起教堂，是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师甘威林。甘威林的纪念碑主要，阮就是要纪念讲甘威林牧师迄个宣教的精神啦，吼，伊用双脚踏遍南台湾安尼真侪乡镇。甘威林牧师1873年，甲起礼拜堂的所在经互好势，无想到讲，却被地方势力吴志高用妨害祖亡做理由，要求迁徙，甚至害甘牧师险啊无命。吴志高去找一群人吼，暗时来烧拜堂。甘威林牧师怎紧的摕棉被吼，甲捆的吼，敢若有一个人的形安尼吼，对窗仔门甲弹出去。吴志高因规定人过去入这个乌影吼，趁因拢离开的时阵，甘威林牧师紧的对烧到要放弃的迄个拜堂内面紧的走出来。吴志高这款恶霸，伫咧清朝官位比县长搁较悬。甘威林牧师得到外国大赛，帮忙处理，将其尾才得到政绩。吴志高伊就是最后互判讲伊爱赔钱啦，吼，赔钱互教会来去验证这个拜堂。了后就是所有白水溪的遮的信徒拢聚集伫遐做礼拜。村民感受教堂距离遥远，经过争取，后来才伫社区内起白水溪教堂。除了白水溪事件，甘威林牧师无被挑战拍败，伫伊的手指蹛内底，佫通看到伊传教的记录。台南、嘉义、云林、南投，拢有伊的脚迹。甘牧师伫白河的时阵，受一位后天失明者悲惨的故事所感动。看了这个青年人，看了这个面就聪明啊！怎人问你哪安尼？云龙则甲迄个甘牧师讲，我去哦，迄个老毛安尼硬将我的目睭甲捂出来。这个代志咧拍动甘牧师的心。这中间一直有实际吼，找人看啥物人会晓蒙碰字做碰字一直找到1891年，这年是台湾头一摆有视障学校。甘牧师毋若引进点字工具，佮留落一本甘字典，收超过15000字，流传8冬之久。甘威林牧师编的叫做《厦门音新字典》。咱对这个名来看，咱就小可知影讲，甘威林牧师这本是用打马字的《厦门音字典》做基础啦，甲增加起来，所以伊才叫做《厦门音新字典》。伫台湾宣教46年，甘威林牧师人生上精华的岁月，拢献予台湾。伊毋惊艰难，同理弱势。留予台湾珍贵的台文资产，继续伫这片土地开出美丽花蕊。